啊，我查一时唔記得嘞，係我攀夫識成本呢。該身份證同人請個本愛知道，夫妻成本判間人該實得嘞係嘛？愛判幾多分呢？判我七家界實得嘞，本我2分好冇？好，記事欄內容愛印出來嘛？哎喲，安尼規費係30塊，請先套身份證收起來。在啲行真人係冇？錯，是係來位，請等一下哦。阿爸，幾部客人是在大鄉下，家安人有福，較讓食仙桃，實在是很幸福啦。羅啦，今日是來食仙桃，又是得來看一個仙了。羅啦，阿爸該安咯，安尼做下判好了。好，羅啦，